樂壇歌手都有牙齒煩惱，金曲大賽第3名高偉健今日過嚟洗牙檢查，佢刷牙成日流牙血，嚴重時流血10幾分鐘先停。好多人同佢的情況一樣，今日拆解牙齦出血真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高偉健，咁曾經參加過德貝美口腔主辦嘅首屆深港歌唱比賽，咁我攞到第3名啦。咁今次親身嚟到呢度睇翻佢哋點樣做洗牙啦，點樣去做補牙咧嘅過程。咁我之前嘅牙齒咧就都有啲出血嘅情況嘅，咁有時刷牙方面咧可能用啲唔正確嘅方法啦，去洗牙啦，令到牙根咧出血咗都唔知，咁令到我有時可能牙根出血咗，有時10幾分鐘都唔停嘅，咁就變相咗咧。而家牙醫嘅醫生咧就幫我建議翻，我用翻正確嘅方法去洗牙，就令到我牙根咧可能會比較少啲損耗，咁就會比較好啲咯。但係你洗牙一直打橫洗咗，可能就會擦住咗。打圈仔會好啲。打圈去最後嘅上下刷，明白。或者巴士刷牙，去睇下巴士刷牙呢種檢查嘅。你快試試巴氏刷牙法，它可以有效清除牙齦沟內的牙菌斑。怎麼刷呢？外側面以2到3顆為一組，短距離水平震顫3到4下，掃除牙縫裡的殘渣，再用水平輕柔拂掃幾下。內側面同樣2到3顆為一組，重複跟外側面一樣的動作。咬合面還是以2到3顆為一組，短距離水平顫動牙刷。門牙外側則是讓刷毛和牙齒根部呈45度，輕微按壓打圈顫動。下門牙內側面牙刷豎起傾斜45度，右刷頭前部分來回刷。上門牙內側同樣將牙刷豎起傾斜45度，一顆一顆來回刷就行。頭先咧，我就做咗一個 CT 啦，口腔嘅檢測，同埋一個叫做洗牙嘅過程。洗牙方面咧，咁就令到我覺得好專業啦，因為有個醫生可以幫你從旁講解本身嘅牙齒有咩唔好處，同埋有咩唔健康，咁令到我嘅牙齒要更加健康咯。俾我嘅感受咧，第一次嚟呢度咧，就覺得好鄰近呢個清湖站啦，C出口出面咧已經有個好大嘅招牌，見到德貝美口腔係啦。咁我哋上到嚟咧，呢個2樓咧就見到好大個好專業嘅 reception， 之後問你呢個身體嘅狀況啦，然之後咧就去安排做一個 CT 嘅檢查。CT 檢查完之後咧，就去到安排去洗牙嘅過程，令到嗰個流程好順暢咯。咁令到我哋覺得呢度好舒服啦，同埋工作人員都好細心，咁令到我哋洗牙同埋檢查牙齒方面咧，都好有一個信心嘅保證。我覺得如果牙齒問題咧，一定要嚟德貝美口腔，因為德貝美口腔咧係一個好專業、好有成功嘅牙科。